我係 Viga 香港嘅 Murphy So， 從事 AV 行業超過30年。1991年加入維佳，曾經任職唔同嘅部門，業務發展、項目管理、系統設計，服務於大中華區、深圳、上海、北京、台灣，當然包括我熱愛嘅香港。當我睇到錄製今日呢個 video 其中2個重點嘅內容嘅時候，第一個係講下一個難忘嘅時刻。喺超過30年嘅維佳職業生涯裏邊，我冇辦法選取一個難忘嘅時刻。對我嚟講，每一個時刻都係難忘。第二個係一個具體嘅成就。當睇到呢個嘅時候，我腦海裏邊浮現咗好多過去完成咗嘅 project， 全部都好似自己嘅小朋友一樣。如果一定要揀一個具體成就嘅 project 嘅話，我會揀下一個 project。展望未來，我喺35週年嘅時候講過，35年係一個傳奇嘅開始。呢一刻40週年，一步一腳印，繼續前行。同時，我會投入更多嘅時間於傳承，希望我哋年輕嘅一代嘅同事打造下一個40週年。最後，藉此40週年，感謝我哋嘅客戶、合作夥伴、顧問同埋廠家對我哋嘅支持同埋愛戴。Viga 生日快樂！